肃静应当肃静。阿门。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彩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坚长，以致得救。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今天是复活期的第2个主日，我们感谢你，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的复活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也带来了救恩的盼望跟确据。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愿意甘心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就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帮助。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够重新得力，愿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灵粮诗选》第2首，我们来唱全首。是为爱世人生之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赎罪完全救恩，主宝血供训，凡信者得永生，这应许世人。只要我们罪人真心接纳主，以尽心靠耶稣，以蒙他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
命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起印文，请大家翻开诗篇133篇，是在旧约圣经659页。诗篇133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读下半节。诗篇133篇第1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喜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永生的生命。阿们。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圣殿中，一起歌颂赞美你，是何等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要向你祷告，愿你纪念。主要我们要为着南亚国家印度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为此献上祷告。主，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凤山卫理堂的教会来献上祷告，为高真颖牧师，愿你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以及所有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所以我们也要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施行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政策，使整个的国家人民因此而蒙福。主，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和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主，我们再次的为台湾水情告急，求主赐怜悯，能够降下雨水，解决缺水的问题。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礼，我们请嘉庆弟兄来为我们读《使徒行传》跟《约翰一书》。今天的经课在《使徒行传》4章32到35节，《使徒行传》4章32到35节，在新约圣经133页。《使徒行传》4章32到3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二处经课是在约翰一书1章1节到2章2节。约翰一书1章1节到2章2节，新约圣经是264页。约翰一书1章1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这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嘉庆弟兄。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是在新约126页。由弟兄来读。约翰福音20章第19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成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歌是他。
谢谢诗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蔡伟文牧师，今天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为要叫你信。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早上在一起见面。我很喜欢刚刚的诗班的唱的小清新的诗歌。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很多的歌曲，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在 KTV 里面，或者是我们有些人可能在电视上面，或是在一些音乐厅里面，或者是听到的一些诗歌，或是听到的一些歌曲，不一定是诗歌了啊，听到的一些歌曲，可能有很多爱来爱去的，或者是有很多一些情绪感受的一些东西。但是有时候，当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带来新的平静跟安稳，好像注入新的清新的水流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来听到诗歌，心里面让你感受相当的平静跟安稳？也许当你在世上听到很多的声音的时候，有一个时候让你能够听到一些跟世界不一样的声音，你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当然，如果各位仔细看圣经里面的话，新约跟旧约有一些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上帝告诉我们说，要听。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上帝的话。所以旧约里面常常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听上帝的话。但是在新约里面不太一样，新约里面常常说要看，看啊，上帝的羔羊，看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用听、用看、用不一样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圣经，来看圣经，会有不同的领受跟感受。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当作是真的啊。各位知道，其实做教育工作的人很困难，就是因为做教育工作的人常常，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信仰跟教育里面的一些的资讯跟教导是有时候是冲突的。有一个小朋友，他就问他的妈妈说：“妈妈，请问一下，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妈妈他就跟这个孩子讲说：“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礼拜天来上主日学，圣经里面会告诉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所以我们是上帝创造的。”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去问他的爸爸说：“爸爸，请问一下，人是怎么来的呢？”那个爸爸说：“我们以前是猴子，然后渐渐的进化跟演化来的。”好，可是这个孩子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爸爸跟妈妈讲的不一样。后来他就去问妈妈说：“妈妈，爸爸说人是猴子变的，你说我们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妈妈就跟孩子讲说：“妈妈讲的是妈妈这边的娘家，爸爸讲的是爸爸那边的家庭啊。”听得懂意思吗？好，所以进化论是爸爸那边的，妈妈这边都是人啊，上帝帮助我们。当然我们要教育小朋友，事实上要有智慧跟聪明了哈。有时候我们当然碰到有一些世界上的一些的资讯或是资料，跟我们所要传递给孩子的不太一样，但是让他们学会去分辨哪一些是真的。你得到这些之后，让你的改变是什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育上面，你会看到，其实教育对孩子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他从小吸收到什么，他长大对任何一件事情的判断跟感受，他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判断。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会因为一些的烦闷，或者是说持续不断的做重复的事情，我们会觉得相当的困扰跟相当的难处，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没有什么惊奇。或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过就是在众多机器当中的一颗小螺丝钉而已。可是事实上，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所在的地方的位置。各位知道这一艘船知道吗？在上个月的时候，
那艘船卡到了这个埃及的那个苏伊士运河，因为那艘船的缘故，所以一天损失了可能好几亿的美金啊。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它下面有一只小小的怪手在挖那个岸边。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这一只小小的怪手，如果它不去挖那个岸边的话，这一艘船永远卡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小小的挖土机，它可能只是挖的土不多，它可能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因为它的持续不断的缘故，以至于这一艘船它就可以开始被拖动了，它就可以有空间了，它的河道就变大了，它就可以转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每一天在做重复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一件事情持续做，对的事情持续不断的去做，你会发现有一天会改变的，有一天会不一样的，有一天的状况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我们都很期待一些大的改变，特别是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人都希望说一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日本人他们在做一些这个叫做工业管理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提醒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改变持续不断的做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在时间延长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工作压力很大，每一天都做重复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也许你这个重复的事情可能有一天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一个牧师叫梅尔这样说，他说我们每天日常的微小和厌烦的工作，可能是上帝呼召你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也许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或是很刺激的，或者是很惊奇，每天也许是很烦闷的、很小的。但是约瑟，他说提到约瑟在沉闷的狱中忠心的恒心的工作，所以日后上帝就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小事上能够忠心，在大事上上帝才能够把事情交代在我们的手中。也许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很烦闷，但是烦闷的工作当中，当你尽忠心摆上的时候，上帝要透过你所做的事情来祝福许多的人。所以人常常是看到问题，人的眼中常常看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的眼中看到的是信心。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先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上个礼拜才刚过复活节，复活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盼望，甚至有新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跟判断，就是不再要常常去说我什么做不到，我什么做不到。你要改变你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做些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也许有一些事情不一定你能够有大改变，但是我可以在这当中做些什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是问题很大，我们把它现在很多年轻人叫做压力山大，知道吗？压力山大意思就是说那个好像压力好像跟山一样的大。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可以叫这个山从这里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人眼中看到的是问题，但是上帝的眼中看到的是信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不要常常说我做不到，或是这个我没有办法，要常常想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让我们每一次都看到上帝给我们有力量，我可以胜过些什么。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很软弱，很弱小，他的父亲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前途，所以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有男子汉气魄的人，所以他就送他的孩子去这个武道馆，让他去学空手道。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因为学了空手道之后，能够刚强壮胆。结果到这个期末要做这个成果验收的时候，这个父亲去看他的孩子去打拳，每次看到他的孩子都被比他大的对手打倒在地上。然后他心里面很痛苦，他说我的孩子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打赢那个叫做对手呢？可是这个孩子的教练就跟他的父亲讲说，爸爸你有看到吗？你的孩子倒下去，但是他又站起来。他倒下去，但是他又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倒下去，
站不起来了。当你倒下去的时候，你还可以再站起来，那叫复活的力量，那个是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每一个人都很大，但是你倒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再站起来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被打倒了，好像我们很弱很糟糕，其实不是的。复活的大能是让我们看到，即使我被打倒了，我仍然有力量可以再站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一段经文是耶稣复活了，但是对这些孩子们、对这些学生、对这些年轻人、对这些当时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他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我们看前面几节，从19节开始来看的话，耶稣在这个复活之后，他向这些的门徒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先处在他们的场景里，你要先想象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的老师不见了，那个带领我们那个老师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时候耶稣还没显现的时候，所有的人，这些门徒是害怕的。他们害怕什么？会不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这些事情牵扯到我了？会不会我等一下会被抓去了？等一下会不会祭司长派人家来抓我？所有的人都躲起来，好像逃犯一样。以前我们是风光进城门的，耶稣是骑着驴驹进来的，我们是大有荣耀的，怎么现在却变成好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当时的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事情，才几天而已的转变。但是耶稣已经没有了，不见了。我们本来期待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要来的差来的王，可他死了，怎么办呢？居然耶稣在这个地方，在他们聚集的地方突然出现，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一件事情是，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了，已经没有果效了，甚至有的人还回去打鱼了。各位，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话，耶稣的学生有好几个是打鱼的，他们还认为说已经不可能，我们回去打鱼吧。可大家都已经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突然出现，还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已经没有可能了，不再有改变了，不再有什么变化，我们大概会觉得已经没有盼望了。就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有了盼望。我们来看一下20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个20节的经文，一起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为什么喜乐？因为他们看见了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主了？看见主你才有喜乐。如果你在每一件事情上没有看见主，就是刚刚提到的压力山大，压力山很大，哎呦！但是如果你看见主的时候，你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见了耶稣？有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见了主？还是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见我的问题好大？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你看见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见的是问题，刚刚提到了，我们看见的是问题，但是上帝的眼中看到的是信心。你可以改变的，你可以跟过去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可以不一样。你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乔治·穆勒，他这么说，他说焦虑的开始是信心的结束，但是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当你觉得焦虑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没有信心了，你失去了信心。可是当你开始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信心帮助我，让我能够胜过所有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问题，还是看到的是信心？你看到的是我可以胜过他，还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得胜？很多人会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样去得胜？我常常提到一个事情是，不要常常看我们没有的，要常常看我们有的。各位，有一个有名的画家，而且他现在是一个博士，他甚至是教书的，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这个人叫做黄美莲。有一天，黄美莲他在这个被记者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说：请问你这个叫做脑性麻痹的人，你手不能够很灵活的运动，你的嘴巴不能够讲很多的话，那
你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你的生命跟人生。这个黄美莲她这样说：我很感谢上帝，我有爸爸，我有妈妈，我有一条爱我的小狗，我有很多身边爱我的人，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她一直数算她有的，她不是去数算她没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数算的是你有的，还是你要去数算你没有的？很多人都期待生长在一个优渥的环境的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也许我们从小的历程当中，很多人都羡慕那个有钱人的家庭。比如说，有的人会想说，为什么我没有生在某某企业家的家庭，或是我没有生在某某什么人的家庭？如果我在他的那个状况里，我就能够拥有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不一定都在那样的一个顺境的当中，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也不见得可以持久。最近我碰到一个姐妹，她说她曾经过去是一个老板娘，她是一个在工作上也是一个小人物，不是算小人，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但是她现在，她居然是要变成是去打扫、整理跟帮助这个清理这个大楼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的一个妈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我们都会处在一个很优渥跟很好的环境里，那些并不值得羡慕。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我们来看一下22节的地方，耶稣怎么样让这些的学生、这些的门徒，他们重新有了新的开始。我们来看一下22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22节，一起念来。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是出现了，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而且还给他们看了手，看了他的肋旁，而且耶稣还对他们说了话之后，说差遣他们要去来为他做见证，而且还吹了一口气在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耶稣吹那口气没什么了不起，他说你们受圣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各位，如果你把它连接回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用尘土用土造了亚当，然后圣经上形容说，上帝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没有活？就是他不会动了，他没有办法运作，他没有办法有正常的这样的行动，他没有办法，他动不了了。但是圣经上说，当人被上帝吹那口气进去的时候，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门徒他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什么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让他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他们重新成为一个活的人，要再一次的领受圣灵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活的人。各位如果知道，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有一个场景，有一批枯骨，他们在战场上面，死亡的人不能够讲话，死亡的人不能行动，死亡的人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而且这些骨头都已经是枯干了。圣经上说，这些骨头都已经是枯干的状态。但是以西结先知他在那里提到什么？他说他看到有圣灵好像风吹过这些的枯骨的时候，这些的骨头开始长筋长肉，这些过去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又再回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因为这些还不能动，还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圣经上说上帝的灵就进入到这些枯骨的里面，这些枯骨复生的这些人里面，这些人他们就起来成为一个大群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不可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你要依靠的不是你有多有能力，而是你要依靠的是上帝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当这些的门徒们，他们一样是这些人，一样是这些的环境，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改变？我常常很喜欢看圣经里面这些门徒的改变。这些的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这些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看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而且知道他们以前叫做没有学问的小民，因为他们是捕鱼的。这些捕鱼的人看得出来他们的能力、学历、状况，知道他们的状况。
可是他们唯一的差别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让人看到你是跟过耶稣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圣灵在你的里面没有做奇妙的事，圣灵让人看见你是跟过耶稣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经历，我曾经去一个旧书摊去买书的时候，那个老板他突然间就问我，他说：“请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他说：“你们基督徒身上都有奇怪的味道啊。”他说：“你们有一个味道。”我说：“是什么味道？是我没有洗澡吗？”不是，不是，你们有味道的，你们很特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有没有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味道？别人有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有耶稣的味道。所以圣灵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属基督的，因为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人看见你就看见了基督在你的里面活。我刚刚提到有那个味儿是有原因的。各位知道，在大学里面或是在学术单位里面，通常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些叫做学派。你这个学派训练出来的学生就有那个特质跟那个样式，所以人看见你就知道哦，你是哪一个学派的，你是哪一个这个学术单位的，或是你是哪一个学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你是属耶稣的？人看见你会不会知道说，你应该是基督徒，你有不一样的生命？人看见你会不会告诉你说，你是卫理公会的会友，因为你跟别人不太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别人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你有比别人多的能力才干？不是，而是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23节的地方，主耶稣不但是把圣灵赐给这些的门徒，而且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权柄赐给了人。我们来看一下2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3节的圣经，一起念来。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各位知道谁才有这种权柄，知道吗？古代只有皇帝才有这种权柄。我赦了你的罪，你的罪就赦免了；我留下你的罪，你的罪就留下了。古代只有皇帝才有办法有这样的权柄，或是皇子才有这样的权柄。我赦你的罪，或是我留下了你的罪，这个叫做尊贵的贵族或皇室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跟权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自称自己叫做天公仔囝，知道吗？天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个上天的孩子，我是上天的孩子，所以我可以有很大的权柄，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避灾，我可以不用受到一些的灾祸，所以天公仔囝。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你是上帝的孩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是给我们，耶稣是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如果你赦免别人的罪的时候，他的罪就赦免了，因为你有这个权柄可以宣告他的赦免。当你留下谁的罪的时候，那个人的罪就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权柄，我们能够去赦免别人的罪。你可以去赦免别人的罪，就像以前的皇帝一样，只有皇帝才能够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权柄在你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去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还是愿意把人的罪留下来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去赦免别人的时候，别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当我们留下谁的罪的时候，谁的罪就留下来。你可以宣告赦免，宣告和平，宣告平安，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也可以留下罪恶，留下不好的东西，留下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地方。那是上帝给你极大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常带来饶恕跟赦免的人。也许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很多人让我们生气，也许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生气，也许我们的先生让我们生气，太太让我们生气。但是你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赦免的人？当你赦免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得赦免了；当你愿意饶恕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得饶恕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赦免跟饶恕的时候，他们的罪就继续的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是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我们饶恕了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宣告赦免跟饶恕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好让人因我们得到祝福，得到帮助。当你愿意人得赦免的时候，你要宣告上帝把赦免的权柄已经给了你，可以饶恕跟赦免这些人的罪，赦免他们的过。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使人带来赦罪跟平安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的8章1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现在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当你在基督里，你就不再被称为是有罪的人。当你在基督里，你就成为一个罪被赦免的人。当你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人不再有罪了。当你神宣告我们已经得着赦免，我们就得到赦免；当神宣告我们已经得到释放，我们就得到释放，并且上帝把这样的权柄，因我们信耶稣也赐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一个赦免别人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当然，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留下别人罪的人，或是去宣告这个人的罪留下来的这样的人。你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一个赦罪的人，还是成为一个留下别人罪过的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所以今天一个很刺激的场景就是，所有的人12个人里面有10个人都相信了。为什么少一个知道吗？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啊。所以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样？是多马。多马他不相信。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当耶稣的这12个学生里面，除了那个已经死掉的犹大以外，还有一个人不在场，那个人叫做多马。当所有的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说我不相，这个多马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传福音给很多人？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传福音给这个你所亲爱的这个家庭的家人，或是传给你的孩子，或是传给你的朋友，可是他会告诉你：我不信，我不相信，你讲什么我都不相信，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不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人是该死的，或是好像他们就是有罪恶的，并没有。耶稣没有说你多马不信我，所以你就死了吧？没有。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多马可以大声的去宣告说我不信，可是耶稣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他讲说你不信你就该死，没有。耶稣做一件事情是，耶稣反而再一次的显现给他来看见。各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啊，各位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常常搬家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圣经上说他叫做信心之父，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父亲。但是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邻居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然后亚伯拉罕花了很多时间，每天跟他传福音，每天跟他带领他要信上帝，可是这个人始终不信。然后他的亚伯拉罕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跟这个人传福音传了这么久，他始终不信，他就是不愿意相信。我已经传了10几年，我没有办法再接受他这个不信的人。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可是我忍耐他也忍耐了几十年了。上帝也忍耐我们几十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给别人有机会不信，当他不信的时候，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的信是超过你所想象的。也许你的朋友不信，也许你的孩子现在不信，也许你的先生现在不信，也许你的太太现在不信，但是当他愿意讲出他的怀疑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个事情是，他将要遇见上帝了。
多马不信，但是多马后来他遇见了上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上帝的工作人出于不信，总不能领会，而且不能了解。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人不了解、人不理会，而他失去了他的信。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人纵然失信，但是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会失去对上帝的信靠，或是别人可能会没有信心，或是别人不愿意相信，但是上帝不会因为别人不相信，而他就失去了他是信实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仍然是信实的。所以当耶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这一次太好了，场景里面多马终于出现了。多马出现的时候，耶稣也出现在那个场景里。耶稣对多马说什么？我们来看27节。27节，耶稣对多马说什么话？27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多马是不信的。但是当他亲自进到耶稣的时候，他摸得到他的手，他摸得到他的肋旁，他摸得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居然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曾经是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自己也可能是一个不信的人。但是最恶毒的事情是，我们有时候还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信的。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也去上过主日学，然后去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舅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哎，小朋友要信耶稣。”我说：“是，我有信耶稣，耶稣住在我的心里。”你看我那时候那么小就会说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可是事实上我心里相信吗？不信，不信。你讲你的，我应付你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的信是应付别人的，但是耶稣容许多马亲自来探他的手，亲自来探他的肋旁，亲自来摸他。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排斥那个会怀疑的人，因为怀疑是获得真理最快的方法。他因为怀疑，他才会去找答案。他如果不怀疑，恐怕他们就没有答案，而且他搞不好把假的东西当作是他的答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让你身边的人有怀疑，但是当他们真的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部真这样说：让我们做信心的伟人，小信心让我们的灵带到天上去，但是大的信心是让上帝带到我们当中来，大的信心把天带到我们的灵里面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信心小的时候，也许我们常常期待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带到天上去。但是当我们信心大的时候，上帝要把天堂的祝福带到这个地上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信心就是相信上帝必然要成就的事情。有时候上帝要成就的时候，你真的不晓得那个时间是那么样的快。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事情。昨天当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下班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都下班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师母讲一个事情，我说：“师母，我们晚上要吃些什么？”然后因为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凉爽，所以我们想说晚上，我们去吃个日本料理好了。结果当讲完这个话的时候，电话就打来了：“牧师，请问你们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们要请你们去吃日本料理。”上帝知道的。上帝知道，马上的，千万不要觉得上帝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动那个念头的时候，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不是说请大家要请牧师吃饭，没有，是因为那个时间点，你太奇妙了。当我跟师母讲说我们去吃日本料理好了，电话打来的就告诉你说我们请你去吃日本料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谁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时间卡得刚刚好啊！只有上帝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小的信心把你的灵带到天上去，大的信心是把上帝的灵带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做奇妙的事。所以圣经里面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说，
记这些事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奇妙的事？耶稣要带来改变，要做奇妙的事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经上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是一个钥匙，可以打开那个上帝应许的门，那个钥匙就是信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带着这把信心去打开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之门，以至于你会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一大堆的要赐给我们，上帝的应许是迫不及待的要赐给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信心的钥匙把它打开来。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启示。第一个，我们是上帝信心的儿女。虽然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看见、看不到，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而生活的。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哈，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把握，是没有看见之事的明证。好，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的内容。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在和合本里面的圣经。所以这里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信是什么？没有看到的事情的明证。上帝帮助我们，还没有看到你就相信，这个就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看到，也许你的存款簿也许比牧师的多啊，也许你有很多的存款，但是你没有在去银行拿这些钱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钱，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存款簿上面会告诉你你有多少的存款在这里面，那叫信心。你看到那个数字，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些钱的存在，但是你相信那些钱是存在的，因为那叫信心。虽然你没有看见，但是它是存在的。所以信心是所盼望之事的把握，是没有看见之事的明证。因着信，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相信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把一个极大的权柄赐给我们。刚刚说，他说我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谁的罪就留下；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了。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权柄的，可以宣告祝福，也可以宣告咒诅。你要宣告的是祝福，或是宣告咒诅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不是只有你自己觉得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还有圣灵跟你一起做见证，圣灵见证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圣灵也来为你做见证，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永远爱你，上帝永远没有离弃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永远是这样的看顾着你。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好像是一个人在这里，上帝的眼目仍然是看顾着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一些姐妹们分享，我说曾经有一个弟兄这样说，他的孩子才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到处乱跑，但是当他到处乱跑的时候，这个父亲他的眼睛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到处乱跑，但是上帝的眼睛还是看顾着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二个，我们每一天要与上帝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是与上帝同行，不是礼拜天你来拜访上帝哈。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提醒，不是礼拜天你来拜访上帝，而是我们每一天要与他同行。所以你不是礼拜天来拜访上帝，说上帝我来了，不是这样，而是你每一天要与他来同行的。所以司布真这样说，不要惧怕，主常与我们同在，在一切猛烈的试炼中，他的同在是我们的慰藉和平安。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不平安，很多的状况让我们不平安。各位，上个礼拜发生的火车的事件延续到现在，其实即使铁路快通了，还是有人说我不敢搭火车，我不知道搭上那一班火车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很多人开始对火车没有信心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事情会发生什么，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说一切猛烈的试炼中，他的同在是我们的安慰跟平安。你不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就我不要搭火车就没有事了，我不要搭飞机就没有事，我不要搭船就没有事，不是这样，而是即使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都知道上帝的平安与我同在。所以让人从你身上来瞥见上帝的爱，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三个，我们的软弱显出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些的门徒当他们碰到耶稣死了的时候，他们的害怕跟紧张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但是上帝喜爱用软弱的人，好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这里提到说，好让强者了解自己的渺小。上帝常常透过一些软弱的人，好让强壮的羞愧，好让强壮的看到，原来我是这么渺小。而这些人他们好像是软弱的，但是他们却愿意被上帝使用，就成为刚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常常喜欢用软弱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别人软弱，上帝反而要加添你更大的力量。上帝要用的是愿意的人，不是能力强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愿意被上帝用的时候，即使能力不强，你也仍然可以被上帝来使用。所以耶稣不是看到我们的软弱跟失败，他是带领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丰盛的荣耀里面。复活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就是上帝要让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再跟过去一样。上帝要让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里面。所以艰难的环境无法压碎你，它只会显出我们内在的真实的品格。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事实上上帝常常用环境来塑造跟改变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上帝常常透过一些环境来塑造跟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可以渐渐被磨成上帝所要用的样式。我常常提到一个事情是，石头跟石头堆叠起来，如果没有磨掉一些地方是叠不起来的，因为中间会有缝隙。所以有时候上帝会叫环境磨去我们一些的有棱有角的地方。所以假设上帝如果给我们一些环境磨去这些的有棱有角的地方，愿上帝帮助我们，表示上帝要使用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不愿意被上帝磨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个无法跟别人在一起、相处在一起或是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石头。愿上帝帮助我们，艰难的环境没有办法压碎你，它只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跟成长。好，所以最后期待我们能够进入神的生命里面。信耶稣好像看起来是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是信耶稣是我们进入神的生命的里面，是我们进入在上帝的生命里面，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是全新的一个生命。我们以为说是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来帮助我，其实是我们进入神的生命来过耶稣基督过的生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神的生命里面，每一天活出基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好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瞥见上帝的爱。也许我们不算得什么，我们是自微小的、自渺小的。有时候我们传讲，别人不一定信的。主啊，有时候我们说，别人不一定愿意接纳的。但是主，你仍然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主你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让人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极大的权柄，我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但是我们赦免谁的罪，谁就得到赦免。愿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好让我们宣告主你的赦免跟饶恕临到在众人当中，让人能够得着平安，得着安慰，得着慰藉。愿你把平安赏赐你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有信心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当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向神求的时候啊，他就会为我们安排解决。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金句，请大家背诵2次，是在31节，我们一起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是20章31节。
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章31节。回应诗歌，请大家翻开新灵粮诗选136首，我们来唱全首。136首。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也请诗献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将我们从你那里所得到的奉献一部分，用在你的圣工上，求你悦纳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陈歌》。好，让我们在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朋友，施玉山，施玉山，请坐。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现在是博士生嘛是周老师的学生。好，另外我们要介绍一位是彭志忠，还有呼照英是吧？请起立，我们认识一下。我们欢迎你，请坐，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第二首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问安。彼此问安。好，大家请回座。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今天是那个复活期的第2个主日，我们欢迎参加聚会的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也继续的为疫情祷告。今天呢自下午12点半的时候，在201教室有4月的小组长以及执事会议，请执事还有小组长准时参加。然后4月14号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在7点半到8点半，在5楼有我们号角乐趣的分享课程。是邀请了廖曙文老师来分享的。
能够有兴趣可以来参与。然后4月18号，也就是下个星期日的下午12点半，在大堂有召开崇拜程序讲座，请司会、司琴、读经员务必要参加。目的是也好让那个诸会的流程可以呈现一致性啊。4月17号的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半，在本堂的5楼有南教区的牧子同工训练会。这个部分邀请执事们预备心要参加，也为会议的进行顺利来代祷。109年度的奉献收据都已经安置在各位的奉献袋内，请记得要取回可以用来报税哈。另外就是说要提醒一下，有转账奉献的兄姐，请尽量采用记名方式来汇款，那出纳呢才可以依照他的名字来登录可以开立奉献收据。等一下，在主日后的11点40分有成人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上课，来造就装备自己。下回再提醒一下，在205教室是启示录的课程，201的教室是使徒行传，还有1楼的副堂是声乐曲目的介绍。然后教会将预备好在7月8号到11号举办暑假的儿童音乐品格营，欢迎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参加。那另外就是4月18号下午1点半会举办第1次的筹备会，邀请教育执事、儿童主日学老师、学青的辅导、社青辅导，还有意参与的这个事工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另外肢体消息的部分，请继续为肢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代祷，详细的部分请大家自行参阅。牧师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跟大家报告跟分享一个事情我们今年期待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人数可以达到200人。那感谢上帝，我们已经逼近快要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聚会人数是189位，所以我们将近差了11位。但是不是说我们要赶快去赶上那个11个人，不是，而是牧师期待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在增长的时候，更需要很多人的关心跟祷告。所以教会的增长越多，跪下祷告的人要越多，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的当中。每个礼拜4的晚上，我们在教会都有祷告的聚会，所以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常常关心，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期待让我们的教会在增长的当中，我们不忘记，我们不单是量要增长，我们在质的上面也要增长。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能够有上帝这样的恩典看顾，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有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真的是看顾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微小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上帝的丰盛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去见证上帝在我们教会做奇妙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透过祷告参与有份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有参加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们期待在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更多的祷告来关心教会的这样的事工各样的需要。每一个事工有在前面打仗的，但是也要有在后面帮我们守望的弟兄姐妹。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教会的各样事工，为教会各样的事工来警醒跟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谢谢。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义颂。
牧师祝福。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复活的大能赏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每一天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使我们重新得力。每一天在主里面，我们都靠主得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